陆军官校就要100年校庆，不过即阵中国煞抢办黄埔校庆，就咱活百个退伍的官兵到中国参加。国外一寡退伍的官兵办中国的居住证、金融卡、驾照，甚至是办手机号码。有留意到这期即寡官兵是被判国军。陆军官校专修班的校友会是否认这是接受中国的统战？中华民国在哪里，黄埔就在哪里。校友体育将领卖接受中国引诱，陆军官校100年校庆即要登场。不过中共一直伫求国军的体育将领，虽然体育会大力来宣导，以往有将近100位的体育将领决定到中国有加13出发，首站到厦门，却是申办居住证、敬老证、银行卡、驾驶证，并且开通中国手机的门号，才具资互中共来列管。外界烦恼讲，恐惊真多国安的破空。背弃自己的学校的校训，跑去参加中共解放军帮你准备的黄埔100年校庆，武德何在？忠诚何在？不知道什么人刻意的去曲解所有的邀请。我们去的是用旅行的方式因为银行卡要有电话卡，然后才可以关联他们的支付宝跟微信，才可以在淘宝上买东西。周成良补贴接受中共的统战，是家己申请到中国办理居住证，是福建省对台湾同胞有优惠的政策。手机的门号是中国拢用行动支付，也过相关的通联、金流的记录，南方无法度追踪掌握。另外，国防部册别发布有22架中共机舰船继续侵扰台湾，美方是警示，共军为着武力犯台，长期来研究离间民军诺曼底登陆，将着学习发展人工码头加大型民船舰艇。是在参谋作业，比如说一个登陆作战，你会需要多少的人、多少的时间、多少的物资，这一些的计算模式，给中共这边来讲，他可能会去做一个以这个为基础，再去与时俱进，参考现代的战力。中共在台海联合2次军演了后，共军东部战区军事动作真接，最近出动最佳的飞弹快艇，在东海内展开实弹的演练，进行情报侦查甲电子的防卫，相关区域紧张的情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